在灿烂的维吾尔历史文化中，有许多不同形式的节日，但目前影响比较大的有古尔邦节、肉孜节和诺尔兹节。古尔邦节是伊斯兰教主要节日之一。古尔邦在阿拉伯语中有牺牲、献身之意，因此古尔邦节也称宰牲节或献牲节。伊斯兰教历每年12月上旬为教徒前往麦加朝觐的日期，12月10日便是古尔邦节。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以宰牲祭献并举行庆祝活动。伊斯兰教历与现行公历有11天的日差，故每年古尔邦节的公历日期都不固定。尽管古尔邦节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共同节日，在庆祝方式上，各国各地区和各民族穆斯林间有许多共同点，但因文化的差异，又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庆祝活动。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尔邦节早已演变成了具有维吾尔族文化特点的传统节日，尤其是在作为新疆伊斯兰教的传播地的喀什。我是新疆画报社副主编艾拉提麦麦提明，从事摄影工作20多年。作为一名老摄影人，我对新疆各民族的民俗风情有着强烈的喜爱，因为我生在乌鲁木齐，长在乌鲁木齐，经常到新疆各地拍摄民俗作品。但遗憾的是，至今为止没有拍摄到一次完整的古尔邦节。这次专程来到喀什拍摄维吾尔族的古尔邦节，我希望用我的镜头记录古尔邦节的全过程。我抵达喀什的时间正是人们忙着做节前准备的时候，在节前的最后1周里，每天都可以感到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浓。现在我来到喀什市东门临时羊巴扎，在这里许多市民和农民进行宰牲羊交易。因为古尔邦节的来历与羊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宰牲羊的准备是节前准备中首当其冲的。如果家里有饲养条件的，应该准备自己亲手进行饲养的黑色公羊；如果饲养条件有限，也应该提前购买后亲手饲养一段时间，与被宰牲的羊产生一定的感情，由此提高宰牲羊的祭献意义。所以购养者挑得很仔细。如果没有经济能力，也可以不宰牲。挑选宰牲动物有其特殊的要求，绵羊必须满6个月，山羊要满1岁，牛必须满2岁，骆驼必须满4岁。一个家庭可以宰1只绵羊或1只山羊，7个家庭可以合宰1峰骆驼或者1头牛。必须挑选健康的牲畜，不允许屠宰身体有残疾的牲畜，所以购养者挑得特别仔细。我在这里认识了哈什市郊区花圃农场的阿木提大叔和他的儿子。我和阿木提大叔一起回家时，大叔的老伴艾兹姆汗大师和儿媳正在做油馓子。艾兹姆汗大师对自己做的油馓子并不满意，他说城里的妇女做的油馓子又好看又好吃。我现在来到了煤炭零售商穆萨江位于喀什市南区的岳母家。穆萨江的岳母和邻居们正在做油馓子。油馓子是维吾尔人在古尔邦节和肉节时每家必须摆放在餐桌上的节日特色食品。
由于砸骰子至少需要2-3个人，所以亲戚或邻居之间一般都要协作。那些砸骰子手艺高的主妇会被许多人请去帮忙，因此他们在节前会忙得不可开交。穆萨江的岳母告诉我，10年前每家每户都还在自己家里做骰子，但这些年随着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城市妇女，尤其是上班族妇女，已不愿意自己动手做既费事又难做的油铲子，而更乐意去买现成的。馕是维吾尔族招待客人时必有的食品，也是古尔邦节必备的3大食品之一。馕是维吾尔族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主食之一。哈密等地出土的文物中有约3000年前的馕，据说馕大约有50多个品种。馕以面粉为主要原料，多为发酵的面，放一点盐，大多呈圆形。馕不仅最普通最重要的食品，而且和食盐一样，是维吾尔族神圣的食品。维吾尔人常以馕和盐作证发誓，男女结婚时，双方对着馕和盐山盟海誓，并吃泡在盐水里的馕以示忠诚。馕是维吾尔人探亲访友时常带的传统礼物，是招待客人时必有的食品。在节前食品准备中，除了羊肉、馓子、馕3大食品外，还要烤制许多各种各样的糕点，还准备许多糖果、干果、水果等食品，尽可能让节日餐桌丰盛好看。나 어느 센 뭐 있다. 님의 계획은 마? Men vi peltogi emike. 별도마. 막. Anamga pelto. 나와서 너다 센죠. Ama kulak şimdilik yeme burada. 굴락지마. 그시와 함께 쓰그라까. Kam kulak şimdi. 나와서 앉아 센죠. 我现在在喀什的一个服装巴扎，人们正在购买节日的服装。维吾尔族非常重视节日服装，由于古尔邦节在公历没有固定的日期，循环经历1年4季，因此维吾尔族没有固定的古尔邦节节日服装。但维吾尔人有过节必穿新衣的传统，如果没有能力购买新衣，有哪怕是一根新线也要挂在身上的讲究。每逢过节，人们都会忙着上街购买新衣，或者到裁缝店里定制新衣做过节准备。在维吾尔族的传统服饰中，最具特点、最具生命力、最受重视的是帽子。按照传统，维吾尔族男性1年4季都要戴帽子，尤其是在做礼拜、出席葬礼、婚礼等重要仪式时，必须要戴帽子，否则被认为不礼貌或不尊重对方。在同样的情况下，女性则要戴上头巾，有些头巾也可以和帽子搭配。严格按照伊斯兰教教规行事的成年女性还会戴上面纱。离过节只有2天了，阿木提大叔一家开始抬房子了，也就是大搞卫生了。喀什人把节前的大扫除称为抬房子，意思是要把所有的家具、地毯等东西的下面及各角落都打扫干净，有必要的话还要刷房子、院墙及油漆门窗等。除此之外，还要洗衣服、被褥、换洗窗帘、更新餐具，尤其要把客厅收拾得干净整洁美观。总之，在节前要设法使里里外外焕然一新、干干净净过节。过节前不仅要搞环境卫生，还要搞个人卫生，人人都要洗澡，男的要理发、刮胡子，女的要梳理头发。许多姑娘喜欢用奥斯玛画眉，用海娜染指，有的小姑娘还会特意扎上许多根小辫子。在喀什市及周围4个乡共有815座清真寺，
是建于1442年的中国伊斯兰教著名的艾特格尔清真寺，是中国最大的伊斯兰教宗教建筑。艾特格尔清真寺位于喀什市中心，清真寺前面有著名的艾特格尔广场。为了迎接古尔邦节的到来，不仅政府和个人做准备，民间团体也要做准备。让我们看看艾特格尔清真寺的准备吧。清真寺总管阿卜杜拉·马苏姆阿吉介绍说，艾特格尔在维吾尔语里意为欢聚过节的场所。艾特格尔清真寺占地面积约1.7万平方米，清真寺内平时每次有约1000人做礼拜，主马日及星期五则有2-3千人。每逢节日时，在寺内外做礼拜的穆斯林可达3-4万人之多。寺内是宗教圣地，寺前是节日喜庆的场所。他还说，我们艾特格尔清真寺管委会提前1个月就开始节日会礼的准备工作。第一个工作是打扫卫生，我们全面打扫礼拜殿里铺的地毯，院子内外进行彻底扫除。第二工作是消防安全工作，各个出口安排了专门人员，万一发生天灾人祸时负责疏散。第三个工作是为了会礼时让做礼拜的群众能够听到伊玛目的声音，我们重新检查和补充了2台扩音器，并安置了18个高音喇叭。今天是古尔邦节的第一天，喀什市的穆斯林和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一样，今天早晨要举行古尔邦节会礼，从此古尔邦节的各种庆祝活动就开始。在会礼之前，首先要做敬礼。敬礼是阿拉伯语塔哈拉的意义，维吾尔人习惯称塔哈拉特或塔拉特，是指穆斯林在礼拜前使自己洁净的宗教仪式，一般指净身，是按规定用水洗身体的一部分或全部，并在进行每一动作时默念一定内容的悼词。好的。好了。Bize namazını bekliyorlar. Çıkarmaz. Ne yapıyorsun? 人们在前往艾特格尔清真寺的途中要诵读泰贝尔。泰贝尔是阿拉伯语，指赞颂真主伟大的一段悼词。在去清真寺的途中，要诵读7次泰贝尔。每次诵读时，队伍中的所有人都停下来齐声诵读。诵读完毕后，继续行进，到会礼地后第7次诵读泰贝尔，然后按先后顺序加入礼拜队伍就座。现在是早晨6点，人们从4面8方开始集结艾特格尔清真寺了。我爬到了艾特格尔清真寺旁边的一所宾馆的楼顶，以便于拍摄壮观的会礼场面。现在艾特格尔清真寺汇聚的人越来越多，我正等待节日会礼的开始。
参加婚礼可谓是古尔邦节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每一次的节日婚礼，艾特卡尔清真寺最大的哈提普亲自主持礼拜并讲大课。为了听大课和参加最大规模的节日会礼，人们从各地汇聚在艾特卡尔清真寺参加节日会礼。7点半，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副主席、艾特卡尔清真寺的哈提普兼伊玛目朱玛达莫拉开始讲大课。他念诵了有关经文，赞颂了真主，宣讲了先知的行为，告诫大家要积德行善，遵从教规。最后按照惯例讲解了接下来要进行的会礼的每一个程序和要领。8点，太阳一升起，广场及其周边的街道已基本上坐满了人，估计约有近3万人。节日会礼马上要开始了。女性一般不参加清真寺的集体会礼。会礼结束后，大家无论是否认识，都会互致节日快乐。会礼结束后或节日的前一天，上坟祈祷是维吾尔人在古尔邦节举行的重要仪式之一。9点钟，我来到了阿婆国家家族陵墓及香妃墓旁的公墓。在此，人们上坟缅怀先人，诵读古兰经相关内容，为亡灵祈祷，并且表达在此重要的好日子里没能共享快乐而惋惜之情。有些人打扫陵墓、撒谷物、植树种花。上坟回来后，阿姆吉大叔开始宰羊了。在古尔邦节，有条件的人家都要宰羊，甚至要宰牛或骆驼。宰牲是有讲究的，宰牲者要先洗小筋，将牲畜的蹄子捆绑好，将牲畜的头朝南，尾朝北，面向西及朝圣的麦家方向。背念经文，用锋利的刀一下割断牲畜的后头，尽量减轻牲畜的疼痛。所宰牲畜的肉要分成3份，一份极品施舍，一份与亲友邻居分享，一份自食。所宰牲畜的皮要捐献给清真寺。如果宰牲者出售所宰牲畜的任何部分，那么宰牲就会失去其极限意义，所宰牲畜就只是一堆肉。帕提拉西及拜年是古尔邦节重要内容之一。古尔邦节一般持续3天，从节日的第一天会礼结束并宰完羊之后，帕提拉西就开始了。
拜年的对象有长辈、亲戚、朋友、邻居、同学、同事等，尤其是他们当中在近期有丧事的人家、重病人及贫困户等。拜年首先到长辈的家有丧事的人家，然后再到其他人家拜年。女性一般在节日后期拜年，也有亲戚们以家庭为单位一起拜年的。当客人敲门后，主人会热情地为客人开门，与客人相互进行节日的问候。将客人请进屋或院子后，主人要请客人洗手。客人要按照从大到小、先男后女、先上后下的顺序就坐。请客人入座后，主人要跟着客人一起做杜阿，即正式问候前的简单的祈祷。客人在品尝食品并吃几口羊肉，在喝过第一碗茶后，就会结束拜年，起身告辞。拜年从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不等。客人起身要告辞时，主人对客人的拜访要表示谢意，并且要将客人送到门外。通过拜年，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亲戚、朋友、邻居、同学、同事，尤其是他们当中在近期有丧事的人家、重病人及贫困户的困难，更好地去帮助他们，使他们得到众人的关爱。通过拜年，人们可以增进相互间的交往。对那些相互间有矛盾的人来讲，拜年也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方式。因为按照伊斯兰教及维吾尔族的节日礼节，主人要热情接待每一位来拜年的客人，即便是仇人也要如此，否则会受到众人的谴责。同样，主动去给自己的仇人拜年，消除邻里、同事、朋友之间的隔阂，是积德的好途径。古尔邦节的第二天上午，我来到了煤炭零售商穆萨江的家。维吾尔族是个非常好客的民族，餐桌的丰盛是为主人对客人的一种尊重，也是维吾尔族妇女持家水平的一种表现。因此，节日餐桌的准备是维吾尔族妇女格外重视的一项内容。家家都会尽可能的把餐桌布置的既丰盛又好看，特别讲究，摆满各种各样的食品。上午约11点时，客人来了，是穆萨江的父母亲、岳父、弟弟及家人，2个小姨子及其家人，共有10几人。在一般情况下，来拜年的客人不会久留。如果是像穆萨江家这种以家族为单位的家庭聚会式的拜年，时间会长一些。吃过饭后，为了让孩子高兴，各家的家长多给孩子们一些零钱，这叫艾迪利克，有点像压岁钱。大人们一般都要给自己的孩子们以及关系密切的亲友们的孩子给艾迪利克。钱数的多少是情况而定，一般从几元到几十元，也有上百元的。现在是古尔邦节第一天的下午3点钟，艾特卡清真寺平台上的纳格拉已经敲响，聚集在广场上的男人们情不自禁地跳起了他们的萨玛舞。纳格拉形似花盆，鼓面蒙骆驼皮或牛皮，6个纳格拉为一套，每一组2个，一组高音，一组低音，相差4、5度，用木棍敲击。但也可以3个纳格拉为一套。艾特卡尔清真寺总管阿卜杜拉·麦苏姆阿吉介绍说，艾特卡尔清真寺有自己的纳格拉，他保管的一个纳格拉有300多年的历史。萨玛舞是哈什维吾尔人在如日节和古尔邦节期间在艾特卡尔清真寺前进行的特有的娱乐活动。萨玛舞是维吾尔族10大舞蹈形式之一。
据历史记载，维吾尔人曾信仰过库克腾格里及天神，在对天神祈祷的各种动作中形成了萨玛舞。后来，萨玛舞逐渐变成了人们在大型场合、重大节日中为了表达欢乐之情而跳的集体舞。跟往年一样，阿姆提大叔一家人为了参加萨玛舞，也来到了艾特尔广场。过节第一天跳萨玛舞的活动，按照艾特尔清真寺管委会的安排，在下午6点结束了。第二、第三天的同一时间，跳萨玛舞的活动继续进行。第3天跳舞的人数超过了前2天，场面更加热烈，更加壮观，将跳萨玛舞的活动及节日气氛推向了高潮，充分体现了维吾尔人群聚共享节日欢乐的特点。人们在节日期间3、5成群的聚在一起逛街，一起购物，吃一些特色小吃，在茶馆聊天。另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在高档餐厅聚餐，带着孩子游玩。听说哈什地区的麦开提、萨车、巴楚等县还举行了各种民间娱乐活动和民间体育活动。1000多年来，维吾尔人在过尔班节中不断注入自己的文化元素，使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成为维吾尔族的过尔班节。这在喀什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节日期间吃好穿好开心，关心亲友邻里和被亲友邻里关心是人们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些愿望，人们不但平时努力工作辛勤劳动，而且每逢节日就会设法做出最好吃的食物，准备最好看的服饰，组织最开心的娱乐活动，拜访更多的亲友邻里。过尔班节作为维吾尔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地体现着自身的价值，并发挥着所具有的功能。它所体现的团结、互助、和睦和乐观向上的价值观，对维系人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过尔班节已经结束了，节日的许多难忘的细节和精彩的瞬间，永久地留在了我镜头里。